大家好，嗱，圖形系列咧不知不覺咧已經去到咧第6條片啦。嗱，呢一條片咧主要咧係集中翻咧介紹咧菱形同埋繞形咧呢兩種係四邊形嘅。我哋先咧講一講咧菱形啦。嗱，菱形咧係一個咧四條邊長度相等嘅一個咧四邊形。嗱，另外啦，佢兩對鄰邊咧個長度都一樣啦，而且咧兩對對邊咧既相等又平衡。兩對對角咧嘅大細都係一樣嘅。我哋咧利用一個圖啦，進一步解釋咧頭先提過呢個四個要點啦。嗱，有個菱形 ABCD。嗱，首先咧四邊相等啦，而鄰邊都相等嘅。咁所以咧 ABBCCDDA 咧四條邊長度一樣啦。另外啦，對邊長度相等，而且對邊平衡，所以啦 AB 同 DC 長度一樣啦，而且佢哋係平衡嘅。同樣道理啦，AD 同 BC 咧長度都一樣，而且佢哋係平衡嘅。由於菱形咧對角相等啦，所以角 A 同角 C 個大細一樣啦，而且咧角 B 咧亦都大過角 D 嘅。跟住咧，我哋去咧一個簡單嘅例子啦。ABCD 係一個菱形，咁俾咗我哋咧 DC 長度係15cm。好啦，睇下講啲咩咯。嗱，首先咧 AB 等於 BC 等於 AD 亦都等於 DC 啦，通通咧都係15cm。所以啦，呢個菱形嘅周界咧就係15乘以4啦，係60cm 嘅。嗱，跟住咧我哋睇另一種圖形啦，就係繞形。咁咧亦都叫做圓形同埋罾形。嗱，留意個罾字咧係風箏嗰個箏，繞咧係紙鷂嗰個繞，咁擺到明咧似一隻紙鷂啦。好啦，睇睇咧左手邊嗰個圖啦。咁繞形咧有以下嘅特性。嗱，第一就係咧兩組鄰邊嘅長度係相等啦。另外咧只係有咧一對對角咧相等嘅啫。多謝大家咧睇我哋咧呢一條嘅片啦，記得訂閱我哋頻道、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分享俾身邊咧所有嘅朋友啦。多謝你哋，下次再見。